Raymond，no no no， 聽清楚我問題。一碗麵嚟到，你會食雞蛋先，餐肉先，定係麵先呢？唔使答我。Hi， 見到呢個 set up， 即係話俾你聽，呢條片可以當做一條 podcast 咁去聽。OK， 好啦，有咩噏俾你聽呢？事緣今日嗱，今日就係禮拜日啊，咁啊而家黃昏5、6點。今朝我起身一睇個電話，哇不得了！顏生顏聯武 Gary 被嫌上嗱，其實佢仲有第4個名嘅，我轉頭話俾你聽啊。OK， 我真係喺度諗啊，顏生都會被嫌上，點解有咁大反應呢？因為顏生係紅嘅，紅在過去嘅廣播界做 DJ。當然佢都有做電視或者有出唱片啦，但係佢紅嘅就紅在嘅電台節目噶嘛，霎時衝動又好，今夜陽光燦爛又好，都係紅噶嘛。OK， 咁但係都真係一個過去式。今時今日點解仲有人會有興趣寫佢呢？咁係因為件事本質係咪好 juicy 呢？呢個我就好詫異啦。第二，眾所周知而家啲社交媒體 Facebook 嘅 TA 嘅受眾呢，老啲嘅。再褪翻落去年輕啲就 IG、Instagram， 最後生嗰班就係 Threads。一個咁後生嘅平台點解會談論瘋傳嫌上啊顏聯武呢？咁第三，仲有一個原因，我好愛顏聯武係咪啊 ？No no no， 眾所周知，我嘅朋友都知，我本人係好喜歡去模仿顏生顏聯武 Gary。我呢個趣上面我 cap 咗幾個出嚟嘅，因為真係唔止幾個，好誇張。我一開嗰陣咧有成10幾個，所以一撈落去都係顏聯武顏聯武顏聯武。呢個就係啲媒體寫嘅，陳錦鴻保護自閉而受訪變嗌交，激動反駁顏聯武，我擔心咁又點？網民批主持咄咄逼人。OK， 咁呢個人就寫話帶大個仔已經唔容易，何必要咄咄逼人呢？即係啲網民咁樣寫啦。這是一個睇到讓人發火的訪問，主持的説話非常涼薄，完全係進入挑機模式。恭喜佢成功炒熱咗呢個訪問，多咗人睇同埋 share。不過這是一個非常負面的 view 數。我沒想到小時候好出名的 DJ 原來人格是這樣。佢真係入翻去直播室做節目算，完全唔適合做幕前嘅主持。無論坐姿、眼神、口吻、提問方式、態度、節奏，個又悶，真係完全唔掂。以為自己好識問嘢咁，其中有提問陳錦鴻，點解你做飲食業？係咪因為中意蝦餃燒賣？黐線！又撚聲又成，真係好難頂，睇到問。好，我話求其抽3個出嚟讀俾你聽嘅啫，有興趣你自己上去 Threads 趣嗰度自己研究下啦，甚至乎揾佢個訪問嗰條原片嚟睇下啦。我當然之後有睇翻條片啦，因為我睇到佢嫌上得咁緊要。我嘅結論就係、其實阿顏生佢都係做緊自己，只不過佢今次係比較所謂放飛自我，而且係錯的時間。錯的人，顏生不嬲都係咁樣，我諗我都夠資格講呢句説話嘅，因為我認識佢都真係幾廿年啦。咁佢個人呢，就真係比較面精嘅。如果呢個面精嘅度呢，我係1呢，佢應該係5度啦。咁佢對咩人面呢？佢最主要係對聽眾，同埋私底下可能對佢比較熟嘅人，佢會面精啲咯。第一次見阿顏生咧，真係幾廿年前啦。嗰陣喺商台，我係做 boy 嘅，做僆仔嘅。咁後尾做文員啦。咁做 boy 做即係送信啊、送件啊、影印嗰啲啦。當時顏生喺我心目中都係神一般嘅存在嘅。我係由佢初期個髮型近乎陸軍裝短頭髮，坐住定揸住架貨 van 去商台，到佢後期揸住個開篷車，着啲衫好，我唔知點講啊，麻質啊、雪紡啊，好飄逸、透透地明。長頭髮電攣咗少少。頭先我話俾你聽，佢有第4個名嘅。佢第4個名唔知同佢髮型有冇關係啦。佢第4個名叫做聯武。當時我聽邊個咁稱呼佢咧？得2個人嘅啫。我聽就一個幕後嘅，你唔識，大家高層啦。另一個係邊個咧 ？YT 即係余爭。我要講啊，唔係你以為 YT 係啊 YT 大哥周欣廷啊嘛？掌嘴先，我從來唔會叫阿 YT 余爭做 YT 余爭嘅。我通常係咩？嗰個鵪鶉嚟噶嘛。咁啊做僆仔嗰陣咧，每朝咧搭 lift 咧，見到阿余爭入 lift 咧，咁我就咁樣，我真係咁樣嘅。早晨啊，余小姐，真係噶。跟住阿余小姐就喺側邊，咁咯。我第一次近距離見到佢係幾時咧？晏晝，咁可能佢翻嚟開會啩，我唔知啦。因為佢節目係夜晚噶嘛。咁啊，
商台地面嗰層有條走廊，一路行去後邊停車場嘅。OK， 咁總之去到走廊盡頭咧，就開門行上幾級就後邊停車場啦。咁啊一路你沿住條走廊行比較黑少少啦，出邊光啊嘛。咁出邊啲光打入嚟咧，我見到佢開門入嚟啲光喺佢背脊射入嚟咧，跟住佢又着埋佢頭先我形容嗰啲好飄逸嗰啲衫啦，呢個公仔麵長頭髮啦。我嗰刻係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佢，我有嗌住佢一聲顏生嘅，佢都有咁樣嘅。但係嗰刻咧，我淨係想同佢講咩咧？哈利路亞！咁到中後期咧，我真係有同佢交手合作啦。咁佢係做節目啦，咁夜陽光燦爛咁樣，我喺側邊 op 機啦，所謂幫佢控制咁樣啦。嗰陣時開始我就發現顏生真實嘅一面就係，其實佢個人都幾funny，有時講嘢都幾幽默嘅，甚至乎有時幾八婆下嘅，即係唔係外間覺得佢係高高在上啊，講嘢好似一個智者咁樣啊。你知佢講嘢好慢噶嘛，你逢親問佢嘢，佢都會 dead 3秒、5秒、10秒先至去答你噶嘛。咁唔係嘅，真人唔係咁嘅，佢都會搞笑幾 funny嘅。咁同埋佢真係一個面精嚟嘅，都係咁。OK， 咁我漸漸地知道佢真實嘅人係點樣啦。直至去到近呢半年，中間我都一路有同佢見下面咁樣嘅，佢都其實都冇變過嘅。所以我頭先一開始話俾你聽，其實佢係做自己咯，幾廿年佢都係做自己。顏生當然係紅啦，當時咁喺佢嗰個界別咧，我覺得僅次於白姐姐白韻琴啦，因為冇辦法，白韻琴真係好爆啊嘛，嗰啲死佬離婚啦離婚啦嗰啲。顏生從來係好少咁激動噶嘛，佢啲所謂激動可能只係喺每句説話嘅尾音嗰4個字，佢好中意而家4個字，加重語氣咁樣嘛，呢啲就係佢極限嘅激動啦。加上顏生做節目咧係有佢強烈嘅個人風格嘅，咁佢節目就多數主要係接聽聽眾電話啦，聽眾 call in 烽煙打嚟，多數都係問啲感情問題啦。有一個風格可能大家唔係好睇得出、聽得出嘅就係佢好中意熄燈做節目。顏生嘅濃烈個人風格，除咗熄燈做節目之外咧，佢第一下接觸聽眾嗰下咧，即係一接聽電話嗰下，都係好特別嘅。嗱，前提我要話少資料俾你聽，就係喺直播室裏邊，佢係做節目啦，我係企喺佢側邊幫佢撳掣啦。咁出邊有接線生幫佢聽電話啦 ，OK。然後佢面前會有個熒光幕，就會打住嗱，我當聽眾叫亂噏啦 ，Raymond 先啦 ，Raymond 問感情問題，咁就好扼要咁寫亂噏啦。可能 Raymond 話我拍咗多8年啊，女朋友識咗第二個咁，佢就會睇到呢段文字咧，所以佢就知道下一個接入嚟嗰個聽眾 Raymond 咧嘅感情問題就係8年愛情長跑啊，女朋友有外遇咁啦 OK。咁一般主持人都會可能話一翻嚟啦，節目開啦 Jingle 啦，撳個 Jingle 之後咧，即係個節目名係 ABCDE 嘅，有戰地音樂又好，冇又好啦。跟住話時間嚟到晚上10:05啊，我哋聽第一個電話先。你好啊 Raymond， 嗱通常都係咁樣噶嘛，佢唔係嘅。食咗飯未啊 Raymond？ 食咗飯未啊？顏生到我啦 Raymond。顏生你好細聲啊，顏生可以大聲啲啊 Raymond。你請熄咗個收音機先，因為有回音啊嘛。顏生我真係聽唔到喎。No Raymond， 熄咗個收音機佢，用心去聽，用心去聽你就會聽到。跟住阿 Raymond 真係熄咗個收音機佢啦。但好奇怪喎，10個聽眾有8個都會話咧，係顏生而家真係聽到咯喎。No， 用心去聽。咁個聽眾就會聽到。顏生係咁樣嘅，我識咗個女朋友咧，拍拖8年啦。我想話咧，佢近排唔知係咪有第二個，佢背叛我啊！我老實實咧，我就呢8年嚟啊，嗰啲大時大節啊、生日啊、過年啊，我做足晒㗎。佢用咩手袋啊、銀包啊、去旅行啊，10萬8萬我都係咁買俾佢。我唔知做錯啲乜嘢咯，即係我懷疑佢近排同個男同事有染啊，顏生。好啦，頭先咪話其實顏生喺接聽眾入嚟之前，會熒光幕睇到呢個聽眾嘅 case 係乜嘢嘅。咁啊，可能大部分嘅感情問題都係咩呢？唔係話顏生非常特別聰明，其實我同你都可能解答到，就係4個字嘅啫，旁觀者清。好啦，對於一啲基本上好容易解答嘅呢，顏生可能已經胸有成竹啦。呢個時候其實佢就係所謂有個答案，佢就會做啲咩呢？帶住答案去問問題，甚至乎好似我頭先嗰啲，Raymond 用心去聽，你唔好答我住。用心去聽，帶住答案問問題，同埋咄咄逼人，即係我想講翻頭先我較早時候提嗰啲網民寫嗰啲咄咄逼人嗰啲乜嘢冇禮貌嗰啲乜嘢啦。Raymond，
8年嘅感情關係，你覺得你做足晒？顏生係啊，我真係咩咧？Raymond， 聽我講先，你欠缺嘅就係耐性、耐心。8年嘅感情關係，你覺得你做足晒，但係你有冇 Raymond？ 你有冇企過喺對方嘅立場去思考，設身處地咁去思考？8年嘅感情關係，你形容你係送好多物質上嘅嘢俾佢。係啊，顏生我，Raymond， 聽我講先。8年嘅感情關係，你用好多物質去滿足對方，但係你有冇諗過對方係咪需要物質上嘅嘢？你有冇設身處地去諗過你女朋友嘅感受？ Raymond， 愛係用心去接受。 Raymond， 今日你去茶餐廳叫一碗餐蛋麵，碗麵嚟到嘅時候，你會選擇食麵先啦，食餐肉先啦，定係食蛋先呢？唔使答我 ，Raymond， 唔使答我。有冇一個可能唔係麵，唔係餐肉，唔係蛋，亦都唔係飲一啖湯先？有冇可能係你會揀走碗餐蛋麵上面嘅蔥先呢？點解你喺 order 呢碗餐蛋麵之前，你唔叫伙計走蔥？我哋廣告翻嚟，轉頭繼續。好啦，廣告時間啦。咁假設轉頭翻嚟，阿 Raymond 佢係屬於信眾嗰一批。信眾嘅意思係咩咧？即係佢打電話去電台問阿顏生一啲感情問題，基本上大部分感情問題啦。咁佢又覺得阿顏生係專家，係好識得解答呢啲嘢嘅。咁自然顏生喺佢心目中就高一格噶啦嘛，係咪先？咁好啦，到顏生去睇呢一班聽眾，就真係唔係聽眾啦，係所謂信眾啦。咁 OK， 咁我自然高你2格噶啦。久而久之，1年、2年、3年、4年過去，都係對住呢一班信眾。你覺得阿顏生嗰個自信心會唔會越嚟越高呢？咁所以就係話佢俾人嫌上呢單嘢，佢會唔會都係用呢一種態度去同個嘉賓傾偈呢？嗱，我冇誇張，因為佢對住信眾，即係打電話嚟嘅信眾，佢係咁啦。佢私底下對啲朋友有時，或者佢對我都會係咁樣嘅。所以咪一路話咯，我好清楚佢從來都係做緊自己。好啦，故事去到呢度咧，通常有2個結局嘅。一，阿 Raymond 假設佢係信眾咧，佢就會同顏生講啦：顏生，我明啦，即係話其實原來咧，我女朋友係唔中意食葱嘅。我喺 order 碗麵之前咧，就一早要叫佢走青啦，係咪啊，顏生？多謝晒你，顏生。另一種，顏生啊，你嘅意思其實係咪話點解女朋友要唔食葱啊？咁葱有益嘅喎，即係擺到明阿 Raymond 係一個頑石，點唔明啦？跟住顏生呢個時候就會 Raymond，no， 聽清楚我問題。一碗麵嚟到，你會食雞蛋先、餐肉先，定係麵先呢？唔使答我 ，Raymond， 我建議你喺節目完咗之後冷靜落嚟嘅時候，聽翻節目重溫，聽翻你頭先最尾問嘅問題，用心去聽，用第三者角度去聽，用你女朋友嘅角度去聽，問題嘅答案可能就藏喺你條問題裏面。啪，跟住就撳歌啦，就係咁啦。1+1等於幾多呢？係咪一個數學問題嚟嘅？Mary， 顏生到我啦。係啊，你係咪叫 Mary 啊？係啊，顏生，我想問咧，1+1其實等於幾多啊？Mary， 我想問你，3+2等於幾多？2+2又等於幾多咧？4。Mary， 唔使答我，聽清楚個問題。2+2係等於幾多？你心中有答案係嘛？既然你知道3+1同埋2+2嘅答案，點解你會唔知道1+1係等於幾多咧？我哋轉嚟翻嚟繼續。呢個係另一種濃烈嘅個人風格。
模仿阿顏生啊，固之然得啖笑啦嚇。即係我意思係我得啖笑啊！我中意模仿佢，個享受模仿佢啊嘛。咁你話啦，佢對住聽眾又好，或者閂咪之後對住朋友同事，都係嗰種咄咄逼人啊！有少串啊，高兩格咁樣審視你啊，帶住答案去問問題呢啲，你頂唔頂得順就你個人修為咯，同埋你睇下你有冇需要去頂得順咁樣咯。好，最後真係要嚟研究下點解有呢單嫌上嘅嘢呢？我嘅猜測啦。假設你呢個答案咧就唔需要再談論㗎啦。一就係博流量為揾食。咁如果博流量為揾食而要咁樣去訪問一個嘉賓、一個藝人朋友，就道德上你可以話佢錯，但係流量上揾食上佢係啱。有句説話就係唔係今時今日先講㗎啦，幾廿年前都講。咁有人話你好過冇人話你啊嘛，做公眾人物係咪先？即係化身翻去今日嘅地球話，有流量好過冇流量。正向嘅評論、正向嘅流量啊，負面嘅流量啊，即係佢呢單負面流量多啦，都係一個流量。流量某程度上都可以變現化為錢，係咪？咁如果佢係咁諗呢，就冇嘢需要再討論㗎。OK。第二，我反而偏向係以下呢個嘅，就係我頭先講啦，我形容啦，顏生不嬲都係咁樣，佢唔係唔知自己係咁樣啊，可能佢會某程度上覺得呢個係佢一種武器、一種個人風格嚇。咁佢咁多年落嚟都係咁樣，去到今時今日2026年做呢個網台一個訪問嘅時候，佢繼續住呢種風格。不過可能真係人年紀漸長，個腦比較轉得慢又好咩都好，佢冇拿捏嗰條底線。即係我講翻地球話啦，即係佢喐人啊、咄咄逼人啊、帶住答案問問題啊，不嬲都係㗎啦。但係有底線嘅，唔會太 over、太過分、太超過嘅。但係佢今時今日老啦。係啊，咁人人都會老啦，我都會老啦，係咪先？即係我唔係串佢老啊，即係人人都會老啊嘛。OK， 老啦，會唔會個腦轉得比較慢？佢嗰條底線佢忘記咗，或者佢一時超過咗，繼而得出大家嫌上佢呢個訪問咧。哇！佢咁樣問人嘢，咁樣講人嘢嘅咁，所以啦，究竟我估嘅第一定係第二咧？其實冇人知嘅。你想知唯有走去問下顏生啦，但係顏生應該99%都唔會答你，就算佢開口講嘢，佢都係咩啊？帶你遊花園。好，噏完咁啊！如果顏生睇到就顏生得閒出嚟飲茶啦。啊唔係喎，可能顏生睇呢條片會嬲嘅。咁如果係咁咧，take two 5、4、3、2，顏生。或者各位聽眾，你啲粉絲又好，我啲觀眾又好，大家最緊要身體健康啦。我就而家去剪片啦，剪完片就做翻我自己揾食嗰啲嘢，揾食艱難啊嘛。我呢啲冇偶包嘅嚇，有嗰句講嗰句揾食真係艱難，所以大家就唔該嚇訂閱啊、分享啊、睇多幾次呢條片啊，拜託拜託。定還是你唔中意咁樣呢？做自媒體嘅朋友靠嘅係業配流量。你以為拍一條片有10萬8萬就可以揾到好多錢 ？No no no！ 所以聽清楚，用心去聽，訂閱、分享，睇多幾次條片。我哋下次見。